而家嘅美股咧係處於非常 choppy 嘅市況，對於所有一般嘅散戶而言呢，如果你想要好好保護你嘅資金嘅話，目前真係唔啱做任何嘅嘢。你可以優先選擇暫時冬眠，但係冬眠咧就唔係話叫你乜嘢都唔睇嘅，你可以繼續留意市場嘅變化，密切留意喺跌市裏邊有咩股票或者板塊係具備贏家特質，或者作為一個學習嘅角度，你亦都可以考慮拎一筆錢出嚟。呢筆錢係完全唔會影響你嘅生活，就算輸晒都好啦，你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唔開心嘅情緒嘅。拎一筆開心錢嚟試下做交易，咁除非你係亂咁嚟啦，否則嗰筆錢其實可以幫你喺熊市期間學習一段時間，而呢一段時間其實係可以幫你累積好多寶貴嘅交易經驗，甚至可能會係你日後成為一個出色嘅 trader 嘅路徑之一。但係你千祈唔好太過 aggressive， 最好只係拎一筆細嘅銀碼嚟有交易，因為呢個時候如果你輸太多嘅話咧，係會影響你之後嘅交易表現。假如之後真係出現咗一個關鍵嘅進場點嘅時候咧，因為你輸得太多嘅緣故，你反而唔敢入場嘅。第二就係如果你喺呢個過程當中輸咗一筆大錢嘅話，就算之後市場再有機會俾你咧，你其實都係只係喺度追翻之前嘅損失，所以記得只係用一筆小錢去做 trade。呢種市況保本保命係王道，絕對係唔應該輸你太多本金嘅。